為咗揾2餐四周圍奔波，唔覺意忽略咗自己嘅健康。一次全面身體檢查，先係送自己同屋企人最好嘅禮物。依家永東巴士聯手美廉健康，為你帶嚟出行加體檢福利。美廉健康作為 A 股上市企業，全國超過290個城市有570幾間分院，單喺深圳就有14間，實力真係好硬。永東巴士作為大家嘅出行伙伴，讓健康關懷由上車開始。即日起至2025年12月31號，經永東巴士專屬通道預約美廉體檢計劃，即享滿1000蚊減100蚊。深圳咁多門店都可以用，輸入優惠代碼，系統就會自動抵扣，一啲都唔麻煩。2大熱門套餐任你揀，年度基礎綜合體檢，適合日常健康監測，全身超聲波加腫瘤標誌物檢測，為你同屋企人築起健康防線。精選詳細體檢，推薦俾有家族病史、屬高風險人群，或者你想深度了解身體狀況嘅朋友。磁力共振加超聲波影像清，可以多角度評估身體內部。交通都好方便，喺香港咁多永東巴士站點都可以搭車，直達深圳灣口岸。過完關之後，打部的過去先幾蚊雞咋。想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充電，今次機會唔好錯過啦！